呢單新聞講晒成件事嘅呃人套路。呢個非本地男青年喺路娛樂場輸清賭本，俾個在逃導友搭訕借錢，拉埋去酒店傾咗成11個鐘，簽借據借50萬港元，講好贏錢要抽20%利息。點知佢拎住籌碼翻去賭1個鐘就輸清，對方仲即場抽水30萬當利息，跟住就叫埋任姓20歲同于姓38歲兩個無業內地漢將事主禁錮喺酒店房逼還錢。好在事主趁打電話籌錢時偷偷叫朋友報警，司警及時救人，仲拉咗2個貴利佬。案件涉及不法借貸同禁錮，已經送檢察院。而20歲嗰個懷疑未夠21歲入娛樂場，博監局都要跟住查。呢啲貴利佬專賭客借錢時講到天花龍鳳，轉頭就抽水兼禁錮，手法陰濕到極。娛樂場本來就係輸人場，再加上呢啲非法借貸，簡直係落井下石。司警今次出手夠快，但都提醒大家賭錢要量力而為，千祈唔好亂借貴利，隨時賠到水庫兼失自由。